為慶祝2025禧年，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嘉納中心10月4日於聖若瑟修院聖堂舉行家庭的希望家庭彌撒，邀請到澳門教區首牧李賓生主教主持。大會期望參加者透過活動能夠喺聖事中領受恩寵，堅固家庭信仰根基，共同回應信仰對家庭價值嘅呼籲，以愛德踐行使命，成為現代社會裏邊嘅家庭希望燈塔。彌撒開始前，大會邀請到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馮瑞芬修女進行聖堂導賞。主教喺講道裏邊提到，聖言降生成人，取咗肉軀，誕生喺家庭裏邊，呢一個偉大奧蹟成為咗家庭充滿恩寵嘅泉源。天主透過家庭讓救世計劃得以延續，耶穌以嬰孩嘅形象降生，讓每個新生命嘅誕生成為咗家庭嘅希望。呢一份希望係源自天主嘅愛。佢引用教宗方濟各喺2015年就世界家庭日裏邊嘅講話內容，指出家庭係希望嘅工廠，能夠不斷製造希望。又引用一位靈修作者闡明教宗方濟各呢一番話，表示家庭係希望嘅苗圃，因為每個家庭都唔一樣，每個人嘅成長都需要父母悉心嘅照顧。喺過程裏面，父母需要學習研究點樣讓種子發芽，如何長大，直至到結出果實。因此，美滿嘅家庭對子女嘅成長極為重要。而過程裏邊，父母需要不斷學習，學會面對困境嘅時候，依靠天主並抱有希望。主教重申，要家庭美滿，充滿希望，就要讓耶穌基督誕生喺家庭裏邊。主教最後鼓勵各教友家庭要成為希望嘅朝聖者，以身作則，透過信仰生活成為他人嘅榜樣，喺日常生活裏邊給他人帶嚟希望。彌撒中，主教帶領各教友誦念禧年禱文及降福後結束。